内总统赖清德投诉予华盛顿邮报，讲要提出大票1.25条的国防预算，展现防卫决心。婚礼一对翁仔某到阿布达比的机场要搬飞行机的时，翁婿煞雄雄予武装人员带走，到今拢无消无息。美国总统川普提出新版的和平协议，按算后礼拜派人去罗西亚、和乌克兰讨论相关的细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看这中国一直咧威胁台湾，国讲这2027年要完成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的目标。为着加强咱本身的防卫能力，咱的总统赖清德甲美国华盛顿邮报投稿，讲要提出美金400亿合大票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来展现咱的防卫决心。在中国所有并吞台湾的剧本当中，最具威胁的不是武力，而是放弃。总统赖清德投诉到华盛顿邮报，承诺台湾会提出一条400亿美金的追加国防预算，包含对美国新的重大军购、强化无对称作战能力，展示自我防卫决心。李大哥亲身了开记者会，公布2项行动方案，并且证实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力统一台湾做目标。北京当局也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加速侵略台湾的军事准备，持续升高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及飞弹侵扰，企图以武逼统、以武逼降，并吞台湾。公布也规划达成7大目标，包含空中经济战的烂查网、台湾之盾、要打造作战处整合式的防空系统，提升烂炸的比率，指挥管制甲决策辅助，建立作战处下着丢备得到的精准火炮。结合即马有的各种火炮，会当减少燃料，拍搁较远、搁较准，远距离精准打击。规划筹备得到精准飞弹火箭，会当有效精准打击，反制敌人的远距离火力，并且执行跨区的火力增援，阻挡敌人上岛的企图。另外，搁有强化作战韧性，提升军备力量，国防带动经济效益。国防部规划于2026年起编列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特别预算。筹获防空、反弹道及反装甲飞弹等武器装备，以完备多域拒止能力，建构多层次的防卫作战体系。国立雄强调，特别预算目标之一是要带动经济，按算会当创造超过4000亿的产值，带来9万个以上的工作机会。美国在地协会对此表示欢迎，支持台湾快速得到强化核惊阻挡所需要的关键无对称战略。也若守护台湾安全的时，政府也爱打造非红色的供应链。过去来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大疆几乎把这个80%的市场全部都占了，但是现在大家都要求要非红供应链，那给了台湾非常大的机会。未来2025年到2029年，经济部会伫国防、航太甲军舰的领域投资27亿，无人载具的领域投资132亿，卫星领域是到125亿，推动产业扩大发展。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婚礼有一对翁仔某要到土耳其去旅游，不过到阿布达比的机场要搬飞行机的时，这翁婿却雄雄去予武装人员带走，到当时拢无消无息。伊的太太赶紧去讨救兵，因为咱的外部是表示目前正咧了解情形。但是伫桃机场含因某要做伙去参加旅游进前翕一张相片，但煞伫到阿布达比机场了后，一切都变掉啊！婚龄圣诞的翁仔某，23对桃园坐飞行机要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参加中东16天的旅游，但是就伫因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机场要转机的时阵，但是却雄雄予武装人员带走去。可是到现在全部都没有，我非常的担心。因为已经3天的时间，已经3天3夜的时间，我不知道我先生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是被什么人这样抓去，完全不知道。尤小姐迄当阵是随向机场的地勤人员来求帮助，但是煞无结果。伊只好一个人先转机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和旅行团会合了后救援。伊向外交部杜拜办事处求帮助，嘛委托当地朋友去探听。尤小姐讲，因先生无参加政治活动，今年2月阁捌出国去澳洲，进前阁去过中国越南等国，真正是唔知影啥哪会互掠去。是直接跟土耳其报名，他们自己买机票，然后到了要去土耳其跟我们的团体会合。当地警方已初步提供相关说明，
目前住宿客正与警方进一步厘清案情，以提供我国人后续协助。旅行社表示讲，已经请相关单位帮助处理。外交部驻杜拜办事处嘛，已经和当地警方联络，当地厘清涉单的民众敢有涉及违法的行为。旅游专家指出讲，在机场会当把人带走的，应该属当地的执法机关才有法度安尼做。是他调查完之后，如果没有问题，自然会获得释放。那有问题，可能就会进入到当地的司法调查的程序。那个也不是说我自己主张我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个时候只能够用法律途径来处理。李基高表示，若拄到亲像这种状况，应该透过驻外的办事处来寻求法律的协助。执法单位是伫咧调查有初步的结果了后，才会当来确定敢要恢复当事人的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日本正咧流行一种膀胱病，这是会透过呼吸道和烂手传染的病。防卫着了后，就会出现感冒的症头，这面甲手拢会变红。不过目前是也无预防剂会当治。囡仔的面甲手拢红红，敢若膀胱同款，这是即马日本当地流行的膀胱病。医生讲，这款病是病毒 B19 造成的，主要是透过呼吸道也搁有烂手来传染。初期会出现感冒的症头，续落来会出现红斑。若是免疫功能较无好的囡仔，也是有心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所以呢，它还是会有致死的问题。那特别是那个免疫功能不好的小孩，本来自己免疫功能就不好。或是说呢，它是比如说像那个儿童癌症啊，或者像那个儿童先天性免疫不全啊这些问题。那如果她是第一次得的话，她又怀孕的话，这个病毒是会通过胎盘，传给胎儿。传给胎儿，它可能就会有2% 是会造成胎儿水肿或是胎儿死亡这样。膀胱病目前在台湾并无流行，但是已经有出现零散的个案。疾管署是表示，收到通报内底拢是轻症，并无重症患者，不过也是提醒国人爱做好预防，接洗手。只要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礼节呢，那尽量不要到比较拥挤的地方去，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感染。那如果说有身体有不适的话，那也能够尽早的来就医，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比较够减少重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疾管署也讲，膀胱病目前是无预防剂通治，主要靠民众家己做好预防甲保护。医生也讲，膀胱病的流行期是寒天到春天这卡刀，这段时间也拄好是流感的流行期，所以若是有症状，就要赶紧去医生看。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去年有咧食头路的人，这平均一年的总薪水是732000块。不过，这其中有要70%的人，其实这薪水无遐尼济。着民团建议政府爱介入来鼓励企业加薪水。不过，毛学者颠倒认为，会当透过福利或者是提供补助等等的政策来协助民众面对薪水低的问题。拍拼讲雷蒙寒冰，真紧就做出一杯手摇饮料。莫看伊即马是一间连锁手摇饮料店的店长，伊讲拄做即道的时阵，薪水才3万桶。这11年来，伊是靠一直跳去别间店含升职，才互伊的月薪起得到5万左右。餐饮业的薪水其实蛮让人家常诟病的一个点，就是好像薪水一直加不上去。那以我这样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我自己深刻的体会是，唯有不断透过换不同行业的工作，去提升自己的产业价值，才有办法职位越换越高，薪水越开越好。刚开始的话，薪资当然没有像其他的科技业这么好。那对，因为我们公司也是都有考核啊，或者是相对的评比，对，所以就会慢慢的调整这个薪资。虽然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5%外，跌要到6%。但是这经济成果要全面共享，敢若是真困难。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受雇员工全年平均总薪资是73.2万，算落来等于平均的月薪是6.1万。但是煞有要70%的上班族，领的钱是无够平均总薪资，这款比例嘛创历史上第2悬。全国3工认为讲，去年伫2023托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鼓励企业替劳工来加薪，就会当伫扣税所得内面低减175%。建议主管机关应该介入调查。该实施的成效，是不是因为政策性的诱因，营业所得抵减率175%，对雇主来讲没有诱因的话，那是不是还要检讨适度的一个调高？这个独立董事也好，或者新的管理员也好，可以有劳方的
代表，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去做一个平衡的作用。学者建议讲，政府是加派过度干有私部门的薪资政策，但会当透过补助是降低加薪民众伫主体也是交通在生活成本的开销，互民众就算薪水无够悬，但嘛袂因为负担伤大，感觉真有压力。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敢总算要收煞啊！美国总统川普甲欧洲国家讨论了后，把这和平协议为28条改做新版的19条，按算后礼拜会阁派人去罗西亚甲乌克兰讨论相关的细节。就伫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25伫北京移交传统下边会议的时阵，乌克兰扎波罗热正因为罗西亚的无人机攻击，规个拢烧起来，至少有12人受伤。就算川普推出和平协议，和平对乌克兰来讲，依然是真遥远的。川普版本的28点停战的计划，顶礼拜六伫欧洲国家参加之下，简化成做19点。严格军对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双方分歧无解决。罗西亚进前已经讲过，赞成川普版本的架构，乌克兰爱放弃顿巴斯。不过新版修改真多，领土问题解决必须基于现有战线。对这个版本，罗西亚总统普廷一直无对外发声，所以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议员坚守底线无放手。不过川普原本讲的到感恩节的期限，最近变做无期限。I don't have a deadline. I just, you know, the deadline for me is when it's over. 结束下面会议了后，川普伫北往佛州过感恩节假期的空军1号飞行机顶面，也进一步向记者讲，开始的28点和平方案只是一张地图，不是一个计划。不过，伊也搁再讲到，乌克兰东部的战况对乌克兰是真不利。Look, the way it's going, if you look, it's just moving in one direction. So eventually, that's land that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might be gotten by Russia anyway. So do you want to fight and lose another 50, 60,000 people? Or do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now? 刚开始提出了28点协议时，川普急切态度不同，伊讲谈判已经有进展。不过结果也等一阵仔，到时阵伊才会甲普廷甲泽伦斯基会面。现阶段已经先派陆军部长德里斯科一礼拜较晚到基辅甲泽伦斯基会面。另外一方面，特使魏科夫甲川普的囝婿库许纳会伫下礼拜拜访罗西亚甲普廷见面。同时又引发这30外国组成的志愿者联盟，25甲泽伦斯基召开视讯会议。会中除了确认将罗西亚冻结资产提供予乌克兰的讨论已经有实质进展。泽伦斯基也一直呼吁欧洲赶紧来签署这个志愿者联盟乌克兰保证军的合作备忘录。We firmly believe security decisions about Ukraine must include Ukraine. That was our position in Geneva. And always security decisions about Europe must include Europe. I support decision only if we can back to our borders like we have had in 1991. 根据乌克兰宪法，凡是干涉国家领土的边界变更，拢必须经由公投决定。总统内阁也是国会拢无权来处理。这种分歧除了乌克兰领土裁军，也有加入北约代志。虽然罗西亚方面到即阵无明确表示态度，不过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暗示未接受川普版本28点以外方案。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为着对抗罗西亚的威胁，德国打算要建立西欧上强的军队。除了提悬国防预算、增加军备，嘛会招募兵仔，希望伫咧2035年，这兵仔数量会达到26万人。根据德国执政联盟各党的协议，修改了后的兵役制度，依然是以募兵为主。唯一列入强制项目的是，自2026年1月开始，满18岁男性公民就要接受兵役体检，并且把资料写好了交予政府，以表明家己是毋是有意愿要来做兵。德国的陆海空三军正式的名是叫做联邦国防军，总共这么现役的兵力规模差不多是18万外人。军方加保守派认为要扩大兵源，才有法度应付罗西亚这个家乡敌人。Am Tag des 70. Geburtstags der Bundeswehr haben wir uns auf einen neuen Wehrdienst einigen können. Das hat Symbolkraft und vielleicht hat es so sollen sein. 根据欧洲智库新欧洲研究所 INE 的分析，照这么编制18万外，减要到2万，要达到5年内增加到26万人的目标，可能性无大。所以，伫修正了的兵役制度要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若募兵的原因无够，这个列入兵役体检的役男，就要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因是毋是要来做兵。
Wir haben ein neues Konstrukt. Ich habe oft betont, Europa schaut auf Deutschland nicht nur was Geld und Bewaffnung angeht und Beschaffung, sondern eben auch was Personal angeht.皮斯托尔亚斯所属的社民党是反对征兵制，甲基民党的意见无同，所以来兵役制度也有真侪变数。另外，伫21世纪的德军已经看袂到伫咧二次世界大战横扫欧洲的范势。经欧洲研究所讲，联邦国防军毋但是欠人，包括装备的整体战备能力也勉强只敢达到50%。一寡部分的关键单位因的装备妥善率，甚至只敢有20%。五月拄则就任的德国政府想要建立西欧上强的传统军力，可能也有真侪挑战。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辑。过来看巴西的前总统波索纳罗，因为涉嫌发动政变，予人判刑。后来提起上诉，最高法院嘛甲驳回，确定甲判刑立足7年3个月，而且袂使阁上诉。波索纳罗今年是已经70岁啊，但伊互关出来的时就已经97岁啊。巴西联邦警察总部的外口，前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冤家，因为巴西最高法院伫2日，甲波索纳罗伫这个月提出的上诉驳回，落尾判定伊面无政变的罪名成立，必须随入去坐监，而且袂当阁上诉。A gente não vê escândalo de corrupção no governo do presidente, né? Apenas uma narrativa que foi criada e, com a ajuda do sistema judiciário, ele hoje se encontra aqui preso na superintendência da PF. 今年70岁的波索纳罗是因为2022年竞选总统连任失败，涉嫌7月推翻大选的结果，想要来阻止现任总统卢拉来就职。根据法院的文件，最高法院的法官认定波索纳罗知影要暗杀总统、副总统，和拍算逮捕而且处决负责判刑的法官德莫赖斯的计划。在计划无得到陆军和空军指挥官支持之下，煽动支持者弄入去政府大楼，计划要让军队介入帮助伊来顶掌权。因为波索纳罗被判刑27年3个月，若是无得到假释，伊关出来时阵恐惊已经97岁啊。波索纳罗的后生25嘛去到联邦警察总部去看因老爸，佮谴责针对因的老爸的政治迫害。因囝爱德华多佮提出指控，表示讲波索纳罗是受到真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虐待。Porque tudo isso que ele está sofrendo vem de uma pressão psicológica, uma tortura psicológica, como o próprio disse, né? Por que precisa de uma tornozeleira eletrônica a alguém que já está em prisão residencial, conhecido no país inteiro, ainda mais com seguranças armados 24 horas por dia na porta da casa dele e câmeras de vigilância. 根据法院的判刑，波索纳罗禁止竞选公职到2006年。最高法院2日佮宣布，其他互认定和波索纳罗共谋的，包括前国防部长等人，嘛必须要开始坐监。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风台天气扫去菲律宾，风台号甲车路淹甲变水路，泰国嘛咧做大水，造成33个人死亡，也原本有5个台湾人失联，目前是拢已经联络到人，嘛确定平安。这段河中水位一直涨起，民众行在路亲像咧撩河。这台大货车伫车辆被淹的状况之下咧驶，顶头还佫载退雨伞人。泰国南部高卫省为11月2日一直落大水后，河川泛滥，各大走人命。当局下令特例，总理安努廷宣布，宋卡府进入紧急状态，成立指挥中心，展开救灾，提供装备甲物资进驻灾区。高雄南马来西亚一直落暴雨，引起大水，严重冲击几个州，影响10万人。其中，外泰国的东北部吉兰丹州受灾上严重，当局伫各州开设临时避难中心。首都吉隆坡附近的居民自5出外拢爱撩水，有居民甲救援人员伫水深卡达乌的水内，游载弯囡仔船只咧行，个人看到车早就正做泡水车。如果暗时8点发展做轻度风台天晴，当日进前伫菲律宾中部带来强降雨，造成较低社区淹水。中部新的格罗省因为河水暴涨，居民受困出来甲外口的道路，当地政府派出救生船去救援。目前天晴朝向西北西的方向咧行，进入南海。菲律宾气象局表示，按算天晴会伫日期离开菲律宾。公司新闻黄玲编译。准备就要迎接新的一年，纽约时报广场的水晶球今年毋但是有史以来上大粒的，而且嘛有做过全新的设计，互规粒球看起来更较影目。正大粒的水晶球慢慢啊升起嚟，灿烂影目有够水。
2026年纽约跨年的水晶球是伫时报广场水水登场，现场真大声的破声无登过，因为今年这粒是真无共款。This is the 9th ball. It's the largest ball. It has 5,200 crystals, twice the number of the ball of the last 10 years. 1907年，第一粒水晶球伫时报广场落落来，这粒矿满水晶的球体，即卖已经变作全球的跨年大明星。经过一代搁一代，即卖新启用的跨年水晶球，号名做星座水晶球，直径是12.5尺，重量是超过12000磅。若是甲打上大，搁甲对1999年以来的三角形水晶换掉，改用圆形的水晶，各分3种寸尺，代表无共主题。It's a lot brighter. It's a lot. I mean, it really is fantastic. 若是水晶球搁较大、搁较光，用9年的时间打造的第9代，搁装先进配备，搁甲纽约包容各种文化的精神藏伫内面。We have the most digitally evolved lighting and sound sequence that's attached to it, and the ball really, like the building, was built by New Yorkers with design, with ingenuity, and with parts and pie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day, a global icon becomes a quintessential New York City experience for both New Yorkers and 65 million visitors who visit New York City annually. The ball will be more than a centerpiece of New Year's Eve. It will become a touch point for people to connect to the magic of our city year-round. 8年以来，纽约的水晶球是准时伫12月31暗时11:59分，飞全球倒头算迎新，只有伫1943年和1944年，因为二战的时阵电工限制登去。前代的水晶球伫退役了后，会留伫时报广场1号大楼内面，做艺文体验展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根据荷兰的传统，圣尼古拉则是因正版的耶诞老人，伊会伫当年的12月初5分礼物予囡仔。也伊身躯边迄位乌面助手，因为牵涉种族歧视，定定是引起争议。即阵荷兰就甲打造做乌烟豚的造型来取代原本的乌面。荷兰海牙的耶诞节生活动已经开始，毋是比人早，是荷兰耶诞节有2档，因为耶诞老人有2位。听讲全球耶诞老人原型是来自4世纪希腊主教圣尼古拉，了后亚美国家伫考古甲新教的推行之下，耶诞老人叫做 Santa Claus， 伫12月25庆祝耶诞节。不过荷兰顶少部分地区传统上认定圣尼古拉才是真正耶诞老人。19世纪，佮家己助理希彼得，伫当年的12月初5协助发礼物予囡仔。Today is about the children. That's really where it's about. We have a tradition here. It's called Santa Claus, and yeah, he comes with his people to bring presents for the kids. 荷兰版的耶诞老人无坐路甲刹车，是骑白马，伊身边穿像摩尔人的小助理，方认为暗藏当年荷兰脱落的黑历史，最近20多年种族歧视争议无停。It's not about racism. It's about the fun for the children, and I really don't care if they're purple, green, or what color it may be. But as long as we can talk about the children and not all the adults who make such a big deal of it. 虽然有人坚持捍卫传统，不过7成5的荷兰人同意无应该拢无变，毕竟联合国拢公开指明涉及种族歧视，所以爱废止。Traditions are not something that is monolith. They are always on the move. They are always changing. Just because it's a tradition, that's no reason to be offensive or just to do it because so the other people will feel bad. 荷兰当局伫2020年禁止黑彼得抹乌面，另外创造一个烟弹彼得来反转传统。I think it's better. It's a children's party, and it should be like that. It should be around the children and not about color or something. Yeah. 烟弹彼得出世，若白人囡仔会当放心将面抹予乌。荷兰的囡仔册也将2位耶诞老人设定是这边兄弟，一位住伫西班牙，一位伫北极圈，予囡仔12月会当摕到2摆礼物，快乐加倍。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提醒观众朋友，最近天气变较寒，就要会记得穿好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